哥林多前书12章，兄弟姊妹，关系圣神的恩赐，我爱恁了解。恁知，恁要是遇到道的时，出在人带去行迷路，去拜袂讲话的偶像。所以我爱恁了解，所有受上帝的神感动的人，无人会讲耶稣就受咒诅。若无受圣神感动，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恩赐有真侪款，毋过赐恩赐的是共一位圣神；侍奉有真侪款，毋过是侍奉共一位主；工作有真侪款，毋过帮赞逐个人去做逐项代志的是共一位上帝。为着要互大家得到利益，圣神伫逐个人身上所显明的工作，嘛是一人一款。有人通过圣神得到传信息的智慧，有人根据共一位圣神得到传信息的知识，有人对共一位圣神得到信心，有人对共一位圣神得到医病的恩赐，有人得到行神迹的恩赐，有人得到传上帝信息的恩赐。有人得到分辨上帝的神甲别个神的恩赐，有人得到讲灵语的恩赐，有人得到过世灵语的恩赐。这一切拢是共一位圣神的运作，依照家己的意思，将无同款的恩赐分予逐个人。亲像身躯是一个，毋过有真侪肢体；身躯虽然有真侪肢体，毋过身躯只有一个。基督嘛是安尼，无论是犹太人，也是外邦人，奴隶也是自由的人，咱拢对共一位圣神领受洗礼，成做一体。搁咱嘛拢啉共一位圣神来得到润德。身躯毋是只有一个肢体，是有真侪肢体。脚若讲我毋是手，所以无属身躯；脚毋是安尼讲，就无属身躯。耳仔若讲我毋是目睭，所以无属身躯；耳仔毋是安尼讲，就无属身躯。全身躯若拢是目睭，要用什么来听？全身躯若拢是耳仔，要用什么来闻？其实上帝照伊的旨意，将逐款肢体安置伫身躯。全部若只有是一个肢体，哪会当算做身躯？安尼肢体有真多。毋过身躯只有一个，目睭袂当甲喙讲我无需要你，头嘛袂当对骹讲我无需要你。其实遐个看起来较软弱的肢体，颠倒较有必要。咱看较毋上目的肢体，颠倒较着甲伊看重；较歹看的肢体，颠倒较着甲伊装塌。遐个较好看的肢体，就无需要装塌。上帝将身躯安排好势，互遐个较无重要的肢体得到较大的尊重，通互身躯免比较分裂，颠倒互逐个肢体互相照顾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；一个肢体得到阳光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。恁是基督的身躯，逐个人是身躯的肢体。上帝伫教会所安置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阁有行神迹的，阁有医病恩赐的，帮赞人的，管理事务的，讲逐款灵语的。逐个人兼拢是使徒，兼拢是先知，兼拢是教师，兼拢是行神迹的，兼拢是有医病恩赐的。兼拢是讲灵语的，兼拢是过世灵语的，恁着热切羡慕搁较重要的恩赐。但我甲恁指示一条上好的路。